再来看中共昨半暝11:32发射火箭，飞过咱台湾中部的天顶。国防部是表示讲，火箭的高度是伫大气层的外口，所以对咱台湾地区是无危害。昨某中共的军机10架次，有7架中共的军舰来台海的附近，国军嘛拢有监控。另外，美国新任的 CIA 局长雷克里夫的人事案已经通过了，伊真正是捌公开表示讲，未来要加强注意中共的威胁。 火箭飞去咧天顶，暗暝中照甲光遐遐。中共23暗11:32，伫四川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执行载运火箭搭载卫星的发射任务。因为火箭飞的路线有经过台湾的中部天顶，经过咱国的 ADIZ， 引起大家的注意。那么这枚火箭的飞行路径经过台湾中部，朝西太平洋方向，高度位于大气层外，对台湾地区没有危害。 中共射火箭虽然对台湾无危害，不过中共辽台行动拢无停。国防部临时发布侦测强机10台次，其中9台次飞过海峡中线，正列咱西南空域。佮加上7台次强舰出现伫咧台海，国军拢有严密的监控应处。因为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长 CIA 新任局长雷克里夫也正关心中共的威胁。And I think really believes deeply in the mission, first of all, of keeping Americans safe, but also doing it in a way that ensures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confidence in our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s, and both of those things really matter. 雷克里夫伫川普第一任期是担任国家情报总监，伊点名中国是二战以来民主自由上大的威胁。这边得到跨党派支持出任 CIA 局长。学者分析，这反映川普国安团队强化收集中共情资的力量，强化这个美中这个大国竞争，那强化它的这个印太地区的部署等等哈。那这个在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情报的这个收集跟更精确的掌握，可能是非常必要的。因为台海情势紧张，和日本正担心。日本防卫大臣中国元到离台湾上远的沖縄与那国岛，争取支持伫咧岛上增设飞弹部队，来应应台湾有代志。学者讲，若台海发生冲突，与那国岛恐惊受影响，将强化防卫能力，加强军的弹道飞弹炸来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